李兰1936年出世，对风景画嘅创作老研究动有热忱。因正伊生长伫淳朴嘅条分客家中，从小生活伫大自然度，有快乐嘅童年生活。初中到新竹读省立新竹五中，日日通勤一路对条分、竹南、嘉党、香山、新竹一带嘅风景变化，丰富嘅伊嘅视野，嘛培养出伊对土地嘅感情。伫新竹市政3年，得到水彩画家李泽藩先生嘅指导，嘛启发了李兰对事物嘅观察方式。在转到方面上，户外写成嘅欢喜快乐，开始嘅李兰好用风景做主题嘅画风。更较好彩嘅係，李泽藩先生鼓励李兰去考师范大学艺术类，优秀嘅伊去睇师李石潮嘅私人画室和画图，打好画图嘅基础。家门前，第二期稻作收割以后，这个田呢就会种萝卜，萝卜开百花，要么撒油菜花做绿肥，所以一片很自然。还有油菜花很亮丽。那时候社会环境没有像现在什么电碗店啊什么，没有，几乎没有。还没有电脑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脑。那时候常常大家在一起想出很多想象的游戏，像我哥就会自己演戏啊，我演给他看，他演给我看这样子。然后常常有些很多想象，兄弟我们4个人在一起，人多的时候就会玩很多很多。他们有4个已经很好玩了。对啊。他们10个。总是想出东西来玩。我们会到屋顶去玩了，对不对？在家里有玩啊。对啊。还有啦。很多。买很多积木那一类的啦。还有那个什么小汽车、小机器人，大概这样。我觉得我妈比我厉害哈，不是说艺术能力方面，很多人艺术方面都有能力有天分，不过我觉得我妈在决心跟毅力上，就是我妈如果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她就是不到做到成功，她不会放弃。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妈比我好很多，就是我觉得这是她成功很大的关键。我也觉得很仰慕她这一点，希望哪一天我可以做到。我希望我像她了，可是我觉得我妈比我好。这样。
车高速知道李兰嘅话，有些每人优秀嘅情感，嘛有些来人呢嘅节，有强烈嘅感情，有生命嘅法律。吃水果，你看，你看到没？那棵莲雾树还在，你看，它掉了，水塔还在了。呀，迄来细细大的路，来把洗洗以后，做为我爸爸太铁桶以后作为新木，就搬来了迄，了建木都了大约都田东王啦，甲青少年的作为木就用抚摸来，了晒跟面前就会晒谷草，晒谷的甜食片，要全部打抚摸来，也要全部抚摸来，了有依法的给躺下面前有侵犯的给走廊啦，也会躺下。那时候没有什么灯光很暗、昏暗，然后天花板又那么高，上面常常会有蜘蛛啊、什么虫，爬一边洗澡一边很害怕。没有来过什么乡下，就是到阿嬷家这边，所以很喜欢回到乡下。来花按到油菜花就是童年的时间，也看到的了，也一次看过去，甲无戏安尼木的，全部都田，一看一望，看到导演都，也一看到做南边，一头落山就看得到。佮走顺头哈，日头出来多两片出来，日头一出来又看得到。以前给房间很多我父亲的线装书呢，樟木箱里哈，他读的那个四书五经啊，还有留声机，这里晚上很热闹呢，附近好几家人远晚上会散步过来，在这里拉胡琴、听唱片，加有留声机，都了喝茶。所以这里是这个附近的人的一个活动的中心啦，他还会散步过来。我父亲很好客啦，所以跟附近邻近的人都处得很好。过年长工转业。我牵牛的是错，牵牛在那个田埂啊吃草，还有要照顾牛，要带它拉牛到河边吃草。所以，因为我上面某哥哥啊，女孩当男孩用，所以我爸爸几个女儿都很会帮忙。女生当男生用，所以都会做甜食帮忙。你怎么采？免我伊烫下看啊，无坏啊，看到个好坏啊。好来，要不要喝酒？夏天不喝酒了，夏天不喝酒。哎呦，那么好吃！好了，不要涂了，吃不完了。我29年是的。4岁。对呀。你说哎呦，他小时候上学不肯走路，要我背，你知道吗？地那么冷，我跟我另外一个妹妹要轮流背她到学校。我妈妈卤那个咸鸭蛋，
一缸，他每天就有一个，而且他蛋白不吃，要吃蛋黄呢，我们都没得吃呢。你看那么宝贝的，一定的，就这一个。对呀、他是第一个儿子啊。学蒙茶喏，学蒙茶我哋割掉嘅，嘛，打出来，还没上不是啦。哎，枯要常常吃，说对肾很有用，尿酸会减。好，无瓜，枯那好家老师枯哈，尿酸会减。许多孩童到青少年时期的记忆，可能是人生里面很深刻的一部分啊。那后来李泽藩老师鼓励我考师大了，他说我没有读师大很可惜啦。师范2年级的时候，他拿我的画去参加省展日选，3年级呢参加全省美展，还得个水彩画特奖。我那时候瞒着家里的人，偷偷的到台北来考师大。放榜那天去买报纸看，正好台风哦，既然看到我录取了。那时候我父母并没有替我很高兴，我妈妈讲了一句说：“读几年下来老了，嫁不出去了。”这是我妈妈的话。但是我父母亲会拿着鞭子看我弟弟有没有读书，有没有在拆收音机，在拆什么。就是说，男生是应该要读的，女生读师范毕业就很好了。可是你很久没有坐农车了哈？没有，我小时候哪有农车？有时候是牛车。哦，牛车有。我们家有养牛啊，养了几10年的牛。我是这个镇上的第2个女大学生啊。对呀、客家人重视男生的教育，不重视女生啊。女生就是要在家里帮忙。以前我爸爸农忙的时候，我会叫他要来工作，好啊好啊，都是一直在读书，他不出来，就是喜欢读书，他最喜欢读书。读晚一点，我父亲会骂，说浪费油灯的钱。我来的时候他还没毕业，还在念大学。每次暑假寒假回来都很孝顺，很孝顺我阿公、婆婆，对弟妹大家都很好。好，长了哈。好，谢谢了，谢谢。不会。好，还没那个，还没打电话过来。一家人来了，好。林友善教书，认为宜兰嘅画作认真色彩，懂晓得用色彩来营造气氛，手画嘅画有丑刺眼之美。我觉得我母亲她是一个很生活化，而且又很有创造力的人。就她身上创造力不只用在创作上面，在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看到她这些创意。像我记得是像小时候的时候看我妈洗菜，就像洗菜的时候，你可能会要把菜那个水上沥干才能够去炒，否则的话那个油都会喷起来。那我妈就把它拿到那个洗衣机的脱水槽里面，然后就脱得非常的干，所以我觉得我妈是一个非常善用她生活周围的这些事物去做创造的人。那出国的梦想一直有了，但是哎呦，
那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我先生也是白手成家的，他只有一部脚踏车，他的财产，他住学校宿舍啊。最主要就是那时候老师的待遇非常少了，一个3人车夫都不如啊。那我会去考公费，就是因为有一天吃早餐的，我们家那时候订《中央日报》啊，有一则很大的消息，就是公费留学考试啊，美术有一个名额，什么有一个名额，一共有好像8个名额，园艺，还有什么，有那个名额啊。我在餐桌上发牢骚了，说如果不是养你们那么多孩子，家事那么忙，教书那么忙，我几个博士都达到了。讲这个话，哦，我先生听了，小孩听了说，去考啊，考得上就去读啊，讲一些，好像，你有办法，你去考好了，结果。我第1关笔试通过了，因为那是教育部考一个推荐给，那是行政院的公费，推荐给人事行政局，然后呢，再考1次，再考5年，因为我日文比较行，所以我就选择日文的，就这样。吃饭了，没有听到。吃饭了，吃饭。这一排都是。这个，我这本著作啊，《木须绘画研究》啊，这本著作代表汉光参加金鼎奖啊。汉光那时候是很大的一个出版社，这是我写的。你看，以前客家精神啊，都会很深刻的留在你们的身上啊，不管是在工作啊，还是说在家庭啊。那现在的客家精神有没有流失掉？当然慢慢流失，尤其都市化以后。还有啦，学校教育的，哎呀，只注重升学了，那种道德教育，哎，现在几乎没有道德教育啊，只考学科啊，对不对？报纸渲染的，你看简易版、文艺版，铺路多少，花边多少，都是这样啊。那种美德的彰显、文艺啊都没有了，都很少了，不是说没有。今天我带几张前辈画家最有成就的李石桥的他画的玫瑰花，给你们参考一下了哈。我读师大的时候，
李泽藩老师介绍我到他画室学素描。那他的画路很广，人物，然后走到静物、风景，然后走到抽象画，因为跟着世界的脉动，他呢一直研究绘画。下次我带一些他的人物画给你们看，还有他的很脍炙人口的，就是永肉市场口建设那个画群像。要你画什么要知道它的生态。先有叶柄再长叶。它是互生，这边左边，这边右边，它是互生的。要开花的这一段花梗，这一段是没有叶子的，是这样。这样一枝花，花在这里。有时候这个呢，往下垂下来，会这样，所以画什么写实的话，彻底观察了。那先有素描的稿，再来画水彩或者是粉彩。有些亮的地方。对，看得见一点，像这个这么长，像那个澎湖的郑美珠她还残障，你看还画得那么精细，也是很感人的。所以如果你们画得很艳的时候，想到说人家残障还在那里画得那么精细，你就会鼓起勇气，会很用心去画。我们就觉得很惭愧。对呀，你就不会觉得有挫折。画画总有挫折，你知道吗？因为一直要突破嘛，是不是？那你就再画，水彩再画一遍，粉彩再画一遍。对，就是要练习了。那个技法绘画要靠技法表现，技法成熟了才能画画。这个是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的高峰，远眺什么？玉山，台湾的圣山最高峰，中央山脉最高峰。我第一次参加了，我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哪里人，标榜客家人还是不是客家人我只是觉得说做我独立的自己啦。不过这次客委会副主委钟副主委他知道我客家人，就是要邀请我来参加。我这幅画是想比较能够象征一种有希望的人，充满希望，充满生命力。所以我这幅画以台湾的中央山脉玉山为背景，画一只正义高飞的老鹰在晨曦中飞跃，大概想表现有无限的希望吧。尤其是年龄渐长，总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台湾也有很多美好的景可以让我们去表现，所以我画了这幅画。国内动出名嘅心理学家刘坤辉博士指导，离人嘅花做唔得单枪用看呢，要用心去感受，按样才做得看出伊嘅图画，充满心灵嘅感动。离人嘅花唔单枪做得治疗小李活着嘅枕头，更加係现代人嘅心灵嘅痛。
越咸都市的地方，因为个土地还有简单嘛，所以呢，开发都还过度啦。本来山坡地30度以上的不可以开发，但是政府没动严格的制度管制，所以呢，有钱的人、合格的人违背法令，做一些民宿啦、这个那个啦，到河边，到坡度、当陡峭的地方盖房子，所以哦，过度的开发啦，没都市、没乡村、没有山林的都市的计划啦。了山林没有山林的计划，像了台北高雄县升级为县辖市，我都希望讲了行政当局要保护了好山好水啦。应该开发的吼，有计划的去开发，莫过度啦。要有计划，要有专家来做顾问，有森林的、造林的、水土保持的、水利专家、道路专家合起来来从长计议。安样台湾才能够保持它原始的美，原始的美要保存，开发的要有建立新的、民的、他讲的素材了。好，我这个云好漂亮。一种深入大自然，一种欣赏大自然的美的一种，你会很感动，会从心底跟你的心灵能够相契合。这个景，你追求的就是想这个自然的美。你看到的景，尤其是你没有来过的。不过台湾的景很多很类似了，但是溪流这么转弯，远山层次也有很丰富的变化。今天很棒，阳光这样照，你看现在8点多9点，很棒。音乐家也好，文学家也好，看到一片景，他会描写，用音乐的方式，用文学的方式，大概感染力要强一点，感受力要敏锐一点，然后再靠技巧来表达，遣词用字。音乐是用音符高低、节奏的快慢强弱，那绘画呢？靠线条、靠色彩来表现啊，所以这个
画画的人应该是对色彩的感受应该是要很敏锐的。我自己从学生时代开始，老师们称赞我的就是说我的色感敏锐了。还有，可能我比较爽朗一点，我比较喜欢什么明朗的调子。可能我乡下长大的，喜欢那个种田园之美，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比较明亮的色调。这个景很特别了哈，居高临下看这个山谷，一层一层很深远。还有这块草皮很平静、很宁静、很翠绿。那旁边的树木也很苍翠，远山层层山峦，还有河谷、溪流。你站在这里会觉得心胸会很宽大。好像跟天堂比较接近吧，站在这里，会觉得啊，跟上帝、跟天堂比较接近一点。艺术家的胆量要不要大？啊？艺术家的胆量？当然了。我看你只要有新奇的，而且是美的，你都会勇于尝试。就是这样啊，你不去尝试，喜欢的会情不自禁的哈，投入了，就是这样。啊，阳光差一点。啊，阳光差一点。我等阳光。哦。你看，从山头下来。要欢呼一下！哇，老师为了这种光线都可以很开心哦。当然啦，你想要看到的看到了。我是比较喜欢追求完美的人啦，喜欢说要做什么要做得完美一点，还有我爱干净的，我一定要弄到满意为止了，
所以会不厌其烦这样自我要求的。我觉得画画是一件很好的事了，不像王建民打坏了就不能重打，我们画坏了还可以再改一改，对不对？所以，这个画画可以自己默默的在耕耘了，也不一定说要出名，要卖多少钱的，钱财名誉是随之而来啦。你要有机运啦，运气好，也许会得到一点财富啦。像皮卡索活着的时候，就享受他的荣耀嘛，你看罗浮宫替他办那么盛大的个展，梵谷一生穷困潦倒，只卖过一张画，所以人的记忆啦，西洋这样，中国也是一样啊，很多画家穷困潦倒，但是呢不改其志还在工作的也是很多啊。有人一遇到挫折就放弃了，也有嘛，像我师大同班30几个，还坚持在画画的没有5、6个呢，都改行了。我今天早上才，这个可以看到远景，早晨起来还可以看天空。你知道吗？这个是我老幺儿子，4岁，我们到市场去，在那个卖鱼的摊上摆着一只小乌龟，那怕它跑掉，他把它架高起来，它就不会结果我小孩喜欢嘛，就20块钱买回来。现在我看，我养它59年，是我老幺，那时候这只乌龟这么小，我养它快40年，它不吵我，它常常会钻到我的画架下，冬天它冬眠这就在我的画架下面。它会自己爬出来，会钻到我的画架上。我有去他们学校，还没有毕业去实习，这样认识的。当然了，我们都是赤手空拳的，自己把家建立起来呀，把小孩带大了，2个人都是这样子。这个家庭开始都很辛苦，外面都一直在兼课，就是为了增加贴补家庭。我们真是可勤可俭，这样子过生活。我们在日本。这个就是在筑波大学，那个时候。去富士山大概是。这个有几本他写的啦，心理测验。这一本呢，这个是。现在已经不教这个了都。他能有哪一方面的长处去发展，就尽量往自己的长处发展了。这个家里的事情呢，我能做的我都负责做。那你摆的啦。
从小呢，洗澡啊什么，外面这个像出去买菜啊什么这些，我当时学校还没有兼行政职务啊，我只有课就上课，没有课我就都在家里。你看，这心仪，心仪抱他哥哥，你看，哇，他小时候很少哭，你知道吗？你看他哥哥，哇，都是睡在旁边哄他。这心仪哦，那时候有一台 Canon 的相机啦，骑马。压力也是会呀，就是妈妈对我们小孩期望也都蛮高的，这样，他们也是老师嘛，所以就是一般老师对小孩的教诲跟期望也都蛮高的，这样，我觉得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种忙碌，我觉得非常好。这样，那不过就妈妈对我们小孩的这种担心，或者是这种关心，也一直都还是一直都保持这样。那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他可以多休息一些，就是小孩都长大，可以就少操点心这样子。来，你多喝水。我今天要去新竹哦，我要跟郑先去新竹。我没有听到讲什么。都行做6年，行做5中3年，行做师范3年，行做本来最深刻的印象的行做冯清泰，9月10月个东北个季风来时节，个吹个沙沙的话，大人的叫，行做冯。迄有名的啦，不过新竹迄以朴实、很宁静的城市。风景嘛吼，个太子爷的变化，规个无相样的景色，
做了日日初茶，来来往往，做新竹做3年，我本日做新竹10万200年，我全部卡，厝的厝了了。这边看过去中广海，这两边全部做的会，也会水。这个时期哈，甲等啊，那时候每年这个训导主任兼我的导师，这个第3。人生哦，几十年的一下子过去的啦，不知不觉讲，实在像人的当多事情，像人厝边发生的事情，像看了照片哦，想不出50多年前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出了到天堂哦。大概当年开同学会哦，总归少2、3个，有的闲行的，所以人生哦，出一段出啦。不过，那年吼很有名的时间，亲戚个力量啦，做一个欢喜做的事情，而且做。有对社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情啊，人要有一个像宗教家一样的心胸。质量力觉得地方那么大，我来走了几回，算一算是不是够买我的话，后来答应下来了。那这馆长的那种执着经营热忱，让我很感动。洪泽雄教授学了宜兰嘅画作，虽然係写生，但表面嘅自家嘅感通。营造自家嘅花境，伊唔但仅看到自然嘅造型、色彩、纹路，还告诉到也当中生命嘅激通。可能宜兰大埔嘅画作当中，拢有一份诗意老灵气。以前是梦想说做一个画家，做一个创作者，现在年纪大了，就很想说。我大概画了600-700幅画，有大概300幅画左右有人收藏。我大概还有300多幅画，有些是我舍不得出售的，有些是自己留下来的。我希望讲有一个这个美术馆啦，可以把我这个图陈列出来。作为一般民众可以来参观的啦。